登革熱嚟襲，如何正確嘅預防呢？廣州最近嘅登革熱患者咧真係唔算少，好多人其實係唔懂得如何區分加預防嘅。今日平叔咧同大家好好傾下啦。首先咧，登革熱係唔會人傳人嘅，佢嘅傳播媒介咧主要係伊蚊，咁亦係我哋經常講嘅花蚊子啦。呢個蚊咧，佢喺吸食咗感染者嘅血液後，再去叮咬健康人群，咁就完成咗佢嘅傳播。咁佢嘅症狀咧都比較明顯，大家可以記一記：突然嘅高熱加三紅症狀，加三痛加皮疹。突然嘅高燒，體溫咧可以短時間內上升到39、40度。三紅咧係指面紅、頸紅、胸部嘅潮紅。劇烈嘅疼痛包括頭痛、關節痛、肌肉嘅酸痛。第四係皮疹，喺四肢嘅軀幹或者面部咧出現啲皮疹。咁如何預防呢？首先我哋要做好呢個防蚊嘅準備啦。咁定期嘅清洗洗手間啊、廚房、陽台嘅積水。出門咧盡量避免去嗰啲蚊蟲多嘅區域。最好咧隨身攜帶一啲防蚊嘅工具啊。視頻好長，但係記得咧要睇完再轉發俾身邊嘅朋友啦。關注平叔教你變得更強。